今次要推珠海樓雙穗藏龍灣，呢度係最近港珠澳橋物業，幾分鐘內往返澳門，只需10萬，買房送兩地車牌，8萬裝修家私禮券，5年車位使用權同埋10年會所費用。而家就介紹下97方3房2廳2廁，一棟01除咗客飯廳分明之外，仲有開揚嘅景觀。呢度前後通，廚房仲帶落台仔㗎。每間客房都好闊落，間隔都幾市正嘅。成個單位3面單邊，窗口對住唔同嘅方向。廁所都係名廁嚟嘅。再嚟睇睇一棟02啦，個單位同頭先嗰間01係同積嘅，間隔都係相似。不過唔同嘅係嗰個廚房係 U 型嘅廚房，洗手盆係放置喺走廊嘅，而且嗰3間客房都有超開揚嘅拱北景。聽日3月9號呢，有特別嘅活動，免費報名睇珠海同埋中山嘅兩地牌物業，有興趣就揾我啦〜